分享嘅主題係同心合意。相信大家對同心合意呢4個字都唔會感到陌生。大家可能喺讀聖經靈修嘅時候睇到，又或者喺講道嘅時候聽過相關嘅內容，又或者可能喺屋企當中兄弟姊妹遇到衝突、不和、有拗撬嘅時候，當我哋每個人堅持自己嘅想法，互相唔容讓嘅時候，父母或者長輩佢哋有時就會以兄弟同心，其利斷金呢2句話嚟勸我哋要和解。希望我哋可以齊心努力咁樣修補破壞嘅關係，重新建立一個和好嘅關係。因為當我哋有良好緊密關係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同心協力咁樣去完成或者做一件好嘅事情。同心協力產生嘅力量就好似一把好鋒利嘅刀，甚至可以將堅毅無比嘅黃金截斷。佢嘅力量真係好大，無法阻擋。困難亦都可以迎刃而解，而且往往帶嚟更加好嘅果效。教會係我哋屬靈嘅家，我哋因住認識耶穌基督而成為神嘅兒女。大家喺主裏面，既然有成為弟兄姊妹，有着互為肢體緊密嘅關係，但我哋好多時候往往因為每個人有唔同嘅成長背景、文化、個性、唔同嘅年齡，仲有唔同嘅人生經驗、經濟狀況同埋唔同嘅人生階段，呢啲種種嘅情況而帶嚟我哋嘅想法，我哋有唔同嘅處事嘅態度同埋唔同嘅處事方式。所以當我哋喺教會嘅團契或者小組相處嘅時候，又或者一齊侍奉嘅時候，難免會有好多唔同嘅意見、唔同嘅做法而產生咗分歧。如果呢啲嘅分歧唔可以及時處理嘅話，可能會帶嚟更多嘅誤會、矛盾同埋衝突。保羅喺腓立比書提醒當時嘅信徒，亦都同樣提醒今日我哋要喺主裏面同心合意。聖經腓立比書2章1至2節咁樣寫道：所以在基督裏，若有什麼勸勉、愛心有什麼安慰、聖靈有什麼交通、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，你們就要意念相同，愛心相同，有一樣的心思，有一樣的意念，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。當時腓立比信徒面對外敵嘅攪擾逼迫，保羅提醒佢哋要彼此同心，站立得穩，為主作見證。今日魔鬼撒旦其中一個破壞家庭關係、破壞教會合一嘅方法，就係喺我哋中間引起誤會、偏見、爭執同埋衝突，讓我哋彼此之間產生咗隔膜，甚至帶嚟分裂。保羅提醒我哋弟兄姊妹之間要用愛心互相勸勉，要常常顧念別人嘅需要同埋感受，又要存慈悲憐憫嘅心去彼此安慰同埋鼓勵，代替責備、批評同埋埋怨。另外，我哋往往會好容易放大對方嘅缺點，卻睇唔到或者忽略佢哋嘅優點。唯有當我哋存謙卑溫柔嘅心，看別人比自己強嘅時候，先至可以發覺對方嘅長處，並且知道自己其實都有好多唔足夠嘅地方。保羅提醒我哋要同心合意，並唔係指我哋唔可以有自己嘅想法同埋意見，而係話俾我哋知，我哋嘅心思同埋意念應該朝向同一個方向同埋目標。耶穌基督係信徒同埋教會合一嘅根源，我哋領受咗同一位聖靈，從神領受咗同一個使命，我哋應該以基督嘅心為心，以基督為我哋嘅中心，彼此建立，同心合意，齊心協力，建造基督嘅身體。當和你一起歌頌共禱告，神開始帶動我，盼為你祝福。
處，同心幻想，同心合意，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，為遇見證聖善名字，同心挽手，同心合意，邁向新天新地，願都知目標一致，太使命在前。當和你一起歌頌共禱告，神開始帶動我，盼為你祝福。主完美旨意，超越自我心意，願到他牽引達到更高處，同心幻想，同心合意，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，為要見證聖善名字，同心幻想，同心合意，邁向新天新地，應都知目標一致，大使命在前。萬世真光，晝夜護航，萬眾一心，貼近神導向，站喺他國界，奉救主為王，同心同行，到處放聲宣講。同心挽手，同心合意，立志謙卑擺下我心意，為要見證聖善名字，同心挽手，同心合意，邁向新天新地，應都知目標一致，但使命在前。邁向新天新地，應都知目標一致，大使命在前。目標一致，真誠的心意，永遠支持。為使命之